Hello，大家好，又係我軍事炮彈熊。今日我就嚟講齊柏林伯爵號 （Graf Sperling 號）。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係我個人認為最可惜嘅一艘航空母艦。咁點解呢？就聽我一一講解。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標準排水量24,500噸，滿載排水量34,008噸。航速33節，續航力可以以19節航行8000海里，人員數2000人左右。武器裝備16門150mm 防空炮，12門105mm 防空炮，22門37mm 防空炮，同埋28門20mm 防空炮。裝甲厚度100mm 至20mm。艦載機42架，分別係10架 Bf109戰鬥機、16架 Ju-87俯衝式轟炸機、16架 Fi-167魚雷轟炸機。齊柏林號航空母艦係納粹德國建造嘅航空母艦，但齊柏林伯爵號其實係從未完成建造嘅。原因有幾點：第一係1938年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下水時，世界大戰即將開始，好多嘅原材料其實都要轉向德國陸軍同德國空軍去建造坦克同戰鬥機，仲有轟炸機。第二點就係納粹德國自己人嘅內鬥。當時嘅空軍總司令戈林認為所有嘅飛機其實都要歸納粹德國空軍掌控。所以喺1938年嘅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下水典禮嘅時候，其實係由戈林去主持嘅。呢一點其實係非常之奇怪，因為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其實應該係納粹德國海軍去控制嘅。喺1939年至1942年左右，齊柏林號航空母艦嘅建造進度其實係85%。齊柏林號一直到1942年先可以繼續建造，之前佢一直被泊喺格但斯克港，偽裝成一艘木材船。當大家以為喺1942年齊柏林伯爵號終於可以繼續建造嘅時候，但喺1943年2月，希特拉下令德國海軍唔可以繼續建造所有嘅重型艦艇。所以到最後，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始終無法真正完成建造。到1945年，納粹即將戰敗嘅時候，納粹將半成品嘅齊柏林伯爵號航空母艦鑿沉。但喺1946年，蘇聯將齊柏林伯爵號撈起，但好快喺1947年將齊柏林伯爵號作為靶船擊沉。所以我認為齊柏林伯爵號其實係相當可惜嘅，但亦都好慶幸嘅一樣嘢就係佢免受被納粹作為武器去攻擊別人。現時齊柏林伯爵號嘅殘骸係喺波蘭嘅外海。咁喺齊柏林伯爵號嘅建造上面，納粹德國係參考咗日本同埋英國嘅設計嘅，再融合呢一啲嘅設計去設計自己嘅齊柏林伯爵號。咁喺戰力方面呢，我個人認為其實就算齊柏林伯爵號真係完成建造並且開始服役，納粹德國海軍嘅戰力其實都唔會升級太多嘅。點解呢？因為首先齊柏林伯爵號所搭載嘅10架 Bf109同埋16架 Ju-87俯衝式轟炸機，其實佢哋嘅載彈量都唔算太高嘅。更何況仲有16架 Fi-167魚雷轟炸機，佢哋呢一架轟炸機其實係一架雙翼嘅魚雷轟炸機同埋偵察機，佢哋嘅戰力係真係唔會太高嘅，變咗你真正嘅戰力其實只有26架戰鬥機同埋26架嘅飛機係可以使用嘅。而齊柏林伯爵號仲有好幾點導致我認為佢嘅戰力唔會太高。第二點就係納粹海空軍自己人嘅內鬥。戈林認為德國嘅所有飛機都應該由納粹德國空軍去掌控，
而海軍認為海軍至少可以掌控一支海軍艦載機隊，導致佢哋自己人嘅內鬥係非常之嚴重。第三點就係英國皇家海軍實在太於強大，無論佢嘅水面戰鬥力定水下嘅戰鬥力，無論航空母艦到戰鬥艦，無論驅逐艦到潛艇，英國皇家海軍嘅戰力都係太高嘅，所以導致就算納粹德國海軍嘅齊柏林伯爵號真係完成並可以開始服役，佢嘅戰力其實都係唔會太好嘅。可以參考1944年鐵比濟號被擊沉嘅事件，就知道納粹德國海軍自己嘅防空能力同埋保護自己嘅艦艇嘅戰力都係不足嘅。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鍾意嘅話，可以喺我嘅評論區留言。好啦，就係咁多，拜拜。